鸡蛋关国道5号呢，这路边是真侪粪扫，有诶甚至是伫这个交流道咧塞车的时阵，这排队的车辆对个车内底安尼牵出去的，就连边仔的停车场嘛有这款的状况。并带是来呼吁公部门应该爱加强执法，避免搁再有人乌白乱弹。宜兰罗东交流道路边四界拢食粪扫，有玻璃杆仔、纸包啊，还有卫生纸。有民代质疑这粪扫大部分是连假期间公务塞车的时阵，民众为车内弹出来。公部门应该加强执法。如果屡劝不听啊，那我们就是有监视器啊，以监视器来追车追人。伫公务外车道边仔的5格共生停车场，共款粪扫的问题严重。公部门已经伫现场放粪扫桶，搁打广告，禁止乌白弹粪扫。啊，毋过也是发现涂骹袂少，敢若管啊这粪扫。是没有公德心的行为吗？乱丢垃圾的行为真的是不可取的。本来就不行。民众对乌白弹粪扫的行为嘛无认同。关环保局表示，伫罗东交流道前这乌白弹粪扫的热区，拢有加装监视器。若发现民众乌白弹粪扫，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罚1000以上6000块以下罚款。我们也一直依据摄影机的资讯，我们要在做这个违规者的一个处分的一个动作。根据县环保局的统计，全县监视器当年举报类似乌白弹粪扫案件差不多300多件，也是呼吁民众平常时爱发挥公德心，粪扫无落地。相关道路管理单位的清洁维护嘛真重要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